因昨昨暗头啊，伫咧台北车头附近，一位骑车的民众闪袂赴，结果就含赶要去拍火消防车烧弄，骑车的人嘛遭着伤。因警方表示，台北市今年到6月为止，此地无停让消防车、救护车一寡紧急车辆违规的拢总有22件。不过交通裁决所回应讲，3档内拢无接到警方所发的记法，所以拢无开着罚单。消防车要出勤，外口拄好落大雨，二小协助开道。红灯要过路口，突然间有一台奥多麦对边啊撞过来，骑奥多麦的人身躯有挫伤。双方驾驶经检测酒测值均为0，机车骑士伤势为四肢多处擦挫伤，意识清楚。但是发生伫咧我台北车站，23岁姓林的查甫人，伫初一暗6点外，虽然伊是青灯用的行。不过消防车伫咧值勤时阵要去拍火，骑奥多麦人虽然有让，不过无顺利跋倒去弄到消防车。闻消防车、救护车、警备车等特种车辆之警号，无立即避让者，处3600元罚款。今年1至6月共取缔22件，较去年同期增加13件。警方统计，今年1月到6月，汽机车、无让、消防车、救护车这种特种车辆，台北只有22件。虽然会当开单裁罚。不过，交通裁决所讲，最近3年拢无接到警方相关的举发，并无开单，双方的讲法有差。只是若拄到救护救灾的车辆，民众要安怎让？可能会看一下，然后就快速通过。如果声音越来越近的话，就会先往旁边靠。虽然消防车有优先路权，但消防车于行驶时仍有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之注意义务。否则，如果不幸执勤中致人死伤，仍可能面对过失致死或致伤之情。消防车救灾有3项让的原则，若是单车道则向正平闪，同一个方向2个车道向倒边甲正平闪，同一个方向有3个车道是向两边闪。律师提醒讲，若是用路人听到警示声爱让，消防车伫咧出勤时阵也有相关的注意义务，各方面互相配合，才当互道路更加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